那才要记得，弟兄弟，伫即个千变万化、气候、逐项拢真变迁的时代，阮的世界哪亲像真混乱，有战争的声，有传染病，有互相指责，人拢无平安的时，主阮搁一摆来你的面前。求你通过阮所分享的话，搁一摆互阮确信，你是阮的主，你是阮的上帝，帮助阮尽阮的本分，做你的囝儿，跟对你，祈祷奉耶稣的名。咱今仔日读即章的圣经是第2章五旬节以后。代志，我顺这圣神降临了，彼得伫耶路撒冷讲道，3000人悔改。我若读到这个时候，我想讲，讲迄个3000人悔改讲道，毋知啥物讲道。我真爱有迄个法度，一摆讲免3000人，1000我就真欢喜啊！以3000人吼，到你诞生。伫使徒行传第2章第43节，讲遐使徒遐尼济人的中间，因伫迄个时间伫遐教会开始啊，因有听基督神者，听基督神者。咱今仔日读的圣经第3章到第1到第10节，因出去外口行头一摆神者，是神者毋对啦吼，毋过。我真正真体会因的信心嘞，老实讲，伫教会内底讲基督甲神条，咱逐个兄弟姊妹吼，较简单，你知影无？出去外口公众的头前吼，伫遐要行神条、行基督吼，阮会想讲，咱迄个彼得甲伊讲，伫拿撒勒人的耶稣的名，你起来行，毋好甲才有起来有行嘞。无行浪费死哦！我教会内底吼，咱倒遮咧，逐个兄弟姊妹哦，我若闹鬼，你嘛小可原谅，会去外口无共款。你莫安尼想哦，伊真好斗的吼。毋过我想哦，彼得可能有惊神惹过，所以伊较有信心。彼得本来是做无胆，我肯定会讲着对。彼得本来是做无胆，伊可能较有信心。有信心一项代志吼，你有迄个信心，勇敢讲伫人的面头前做少个代志，迄搁一项代志吼。我在读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我常常去想着，迄个两骹坐伫圣殿的外口。我拄仔提到的中间，咱的世界问题真济，咱的世界充满真济。心灵上有骹袂疼，有手袂晓做工，有心袂晓疼，真侪即款人。遐个人来教会头前要求咱帮助，咱教会要安怎？我真正安尼想的。我今仔日吼，毋是要互你答案啦，我无答案的。我来哪讲过安那来是我填落来的，根据我对这个故事的想法。我确定会讲，我是安怎今仔日拣这个题目，而且甲咱分享，我确定会甲恁讲。但彼得甲约翰要去圣殿祈祷，看到迄个两骹的坐伫迄个门边，因看到两骹嘛看到因看到彼得要入去吼，一直甲因看。儒家讲，因嘛要得到物件，得到啥？钱啦，衣服即个物件啦，对无？彼得甲约翰行到遐的时，伊甲伊讲看阮，即句看阮敢若2字尔，
真歹讲，你知影无？彼得吼，几个月前吼，耶稣奉来审判时，你会记无？伊伫外口咧行会吼，人要甲看，伊惊惶看，你敢知？你会记啊？伊惊惶看，伊去比遐咧行会，有人看到，甲讲你是迄个拿撒勒人的朋友，耶稣的朋友。伊讲无，我毋捌，我毋捌。伊3摆问耶稣，伊足惊人看咧。心嘛，伊敢讲看阮，因为这是真大的改变咧。啊，看叫阮看恁，啊，恁有啥物通好我看？哪尼想无？看阮，看我看啥？哦，因为咱嘛爱分享，咱做基督徒。你敢甲你周围的人讲看阮？你看我，咱做教会，咱敢甲人讲看阮？要看恁啥？看恁有啥物教阮无共款？这两字无好讲。啊，这个两骹有啦，有看伊，伊是毋茫讲会当得到有即项的帮助啦。你若去看《使徒行传》第各类第9、22节，有写即个人的代志吼。因为即个了后一寡代志发生，有写着即个两骹差不多40几岁啦。我毋知伊几岁开始去迄个门遐伫做去食，我毋知。至少嘛10几岁，那遐20年、30年一定有问题啊！伊坐伫遐遐尼久，对遐过的人一定有人钱互有物质的，无即个物件互伊无可能伫遐遐尼久。但伊看彼得甲约翰遮入去，彼得甲讲看阮，看伊。啊，过去彼得甲伊讲啥？你想看觅？彼得讲，金银我拢有。那你是迄个两骹，啊，你无钱叫我看你，你看毋捌咧，我你想要我看，对不对？你想看伊偌失望啊？你叫我看你，啊，你讲你无钱叫我看你，总是彼得，过落去讲，我有话要互你，伫拿撒勒人耶稣尔，你起来行。圣经讲彼得伸手牵伊的正手，扶伊起来行。迄个人40岁，毋捌徛过，毋捌徛起来行。彼得甲看伊正经然会当徛起来，你会当想看伊迄个时阵的感想是啥款？伊所爱的是几仙钱，买一点物件，度过一顿。彼得上帝通过彼得互伊的有件是超过伊所想的。伊的脚30、40年徛袂起来的脚，即马起来起来。哦，伊圣经讲哦，伊搁行，搁跳，搁学了上帝。路加讲，伊徛起来了，甲彼得甲约翰做伙入去圣殿。伊拢伫圣殿的外口，伊袂当入去圣殿。因为犹太人的律法，身躯无完全有残废的人，袂使入去圣殿。伊拢伫圣殿的外口，20-30年，头一摆入去圣殿，伊伫遐搁行搁跳搁学了上帝。彼得甲伊讲，金银阮拢无，有影无啦。迄个时阵教会拄啊开始，3000人会改，听起来真好吼。恁想看3000来会个，敢若要找一个所在做礼拜，就去倒做。你妈咧想，问题足济呢。纵向人来，你若搁读落去使徒行传，你若知有一寡较好个信徒去卖土地，将迄个钱摕来，大家讲价，有即落代志。金银阮拢无影，即个两骹伊所想爱得到。淡薄钱，因为咱教会，我拄仔讲，外口的代志遐尼济，
人来坐伫教会后头，咱要帮助你，咱要帮助你啊！我毋知恁安怎，大先度，咱敢有钱？毋是咱嘛大先收着钱啦。阮爸定定讲一句话，讲钱会解决的代志拢简单。还是有钱会当解决才会简单的，无钱你是要怎简单？因为而且彼得好大承认，根本关拢无。例如咱教会毋免想好业，你知无？教会毋通好业啦，教会好业拢是问题了了。甲世间讲金银关拢无，无啥物见效。因为咱的存在毋是要印钱啊，咱毋是咧办救济，咱的要紧是以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咱要创啥？迄是咱的人。讲到这，我会记得一个故事，我读到。中世纪有一个天主教的神学家叫 Thomas Aquinas， 这 Thomas Aquinas 是一个天主教的这个神学的见证，全部都是从的，所以是真学问的人。因为安尼，迄个时阵的教皇，我唔知袂记是倒一个教皇邀请伊去罗马，伊去罗马做教皇的人客，教皇带伊去看罗马，迄个是迄中世纪，迄教会化水的天堂，迄势力是有够强，钱是无问题。建筑物逐项足水诶，伊带 Thomas Aquinas 去看这个建筑，教皇Thomas 讲，对即马起吼，咱教会毋免甲世间讲金银元拢无，有影真济啊！你知影 Thomas Aquinas 安怎应？你知无？伊应讲有影，毋久咱原来无法度世间讲耶稣基督的。起来遐，真强的话呢，敢是？咱毋通袂记得，咱将所有的钱集做伙来吼，也无法度解决世间的问题。教会毋是为着钱的存在。两骹会行过会跳，真欢喜，应该是 happy ending 对无？无啦。彼得吼，你若搁读第3章以后，第10章以后，你会读到彼得伫遐，大家拢感觉真奇怪。伊掠迄个机会吼，伫遐讲一篇道理。我真正感觉彼得吼，伊看到迄个两骹都坐伫遐的时候，伊真正是利用迄个医好迄个两骹的神力，伊要紧是要传道理。伊伫遐讲一篇道理，路下有写伫遐，伊讲的简单啊，毋是真复杂，总是从初代到尾信仰拢去内底。伊迄个第4章，过落去第4章的第4节，讲彼得讲了5000人悔改，一两礼拜前才3000个悔改，听伊讲。即马5000个呢，你会当想象，迄个当局、宗教也是政治的当局，看到即落情形是因受因惊的，因真惊。所以因掠彼得、约翰，甲头靠因关监关城。路加讲哦，路加讲因为天暗，因两个3点去祈祷，祈祷是3点。彼得讲道毋知讲偌长，我毋知啦。那亲像天暗的款啊。路加讲因为天暗吼，所以吼无放因转去，甲因关到监牢。天暗嘛会当转去呢，敢袂当转去啊？迄就是要甲因掠起来嘛，无爱互因搁讲。因对遐个人来看，因是咧制造妖怪，叫你袂使讲哪使个人耶稣，因搁可能。对迄个开始，路加写即个故事真要紧的所在，要甲拢知影一代志。
医好一个人的好代志，变做年代来是迫害教会的代志开始，对遮开始，到今仔日基督徒不良分别，对不对？因将因赢起来，对当局来看，因是对教会社会。拿撒勒人耶稣，阮无过几个特点是是一个死刑犯。啊！你讲个话，你讲伊是上帝的囝，这甲因所在团的拢无共款。换一句话来讲，这两个是 trouble maker， 敢是？这两个扰乱社会，因叫伊爱点点。因两个吼，因两个毋知影，因继续传耶稣的道理，的结果是安怎？因知影。几月日前，因安怎款待耶稣？因看到啊，因家掠去监狱关一暗了。隔日有甲伊审问，伫遐审问的人，拢总是甲耶稣定死的迄个人坐伫遐。这人因捌拄过，因知影，因继续传拿撒勒人耶稣的代志，一定会拄到这个代志。总是因毋惊，因毋惊，因对无当，对惊人看，敢讲看阮，对像约翰，耶稣奉掠的时，啊其他的学生拢走咧走到无看的，即马因毋惊死，徛伫迄个大风台中，遐做见证。因互人审问，你若继续第四章落去，互人审问，人叫伊讲袂使讲，因甲伊问讲，你是用什么人的权柄来传拿撒勒人耶稣？你若去第四章遐看，彼得吼，人甲伊问安尼，伊顺续用迄个机会，佫讲一篇讲道互因听。上尾啊，彼得甲约翰甲因讲，伫上帝的面前听叹恁，还是听叹上帝才对，恁家己看到，阮所看到，阮所听到，袂当无讲。你看因的迄个好胆，因迄个转变对着遐来。啊，过去这个拜日，1月17，是马丁路瑟·金 Jr. 的生日，伫美国是马丁路瑟·金 Day。迄日我读过一篇文章，足趣味的文章。马丁路瑟·金 Jr. 咱经典故事。搁一个嘛，做马丁路瑟。迄篇文章的名，我甲你讲，迄个文章的名讲 ，Why the Church needs more troublemakers。是安怎咱的教会真需要搁较侪 troublemaker？ 我拄仔讲，约翰甲彼得两个对当局来看是 troublemaker。这篇文章讲，咱的教会是安怎咱需要加一寡 troublemaker， 以用路德马丁改教这个马丁路瑟，甲马丁路瑟 King 两个拢有做马丁路瑟。伊讲这两个。因活的时候，拢互人看作 troublemaker， 总是因过去了，大家才知影讲，因毋是 troublemaker， 因是先知，因是圣徒。因为这是咱的人类的历史的悲剧，你敢知影？台湾话有一句话讲，不过才知影不啥。伫遐是 troublemaker， 过了咱才知影。我伫马丁路瑟金小日当咧活动的时，伫美国的时，我伫读大学的时，我还佫会记个台湾的中央日报甲国民党的报纸，拢总讲马丁路瑟金小日是共产党，互共产党煽动咧扰乱美国社会。迄个时阵拢安尼讲，
有影。马丁路瑟，伊在宗教改革的时，嘛是互人安尼迄落，互人骂，互人抹污啦，什物即落代志，历史上足济啦，因当中经过安尼。马丁路瑟金为着安尼丧失伊的生命。马丁路瑟无互害死，毋过你会当想象伊所受的压力到啥物程度？天主教的教会差不多是发明讲，啥人看到马丁路瑟，若甲杀死马丁路瑟，无算杀人。代表讲毋通杀死人，我即个例外，即个大家拢会使杀。是迄款的生活呢 ？Troublemaker。去年的年底，12月底，台湾长老教会各所在咧做感恩礼拜，咧纪念高俊明牧师1971年12月29发表国事声明，知影这样？迄个时阵，上届周天国咧做总统 ，Nixon 我去中国，台湾对对来讲发出来，大家拢真袂平安。总干事高牧师领导的台湾长老教会发表人权宣言，要求政府把台湾变做新而独立的国家。因为伫迄个时阵讲即个话，高牧师会啊讲，伊的话已经写好咧等啦，不管是准备要去。迄个了后，台湾长老教会非常大的压力。高牧师会啊，互掠去关，伊互掠去关迄年，我的阿叔做总会议长，伊伫台东做牧师，伊甲我讲，伊逐礼拜拢坐飞机去台北。坐飞机坐到遐空中小姐拢捌，杨牧师你要搁去台北吼？安尼，伊逐礼拜去台北，真侪长老教会牧师甲交甲查教的人问，安尼礼拜是人来伫遐咧听，毋是咧听，是要听你讲啥？因爱报道，有真侪宣教师为着安尼，互国民党政府赶出去对台湾赶出去。troublemaker 敢是？迄个时阵，国民党所有的报纸嘛是拢写高牧师是 troublemaker。我会记得迄阵有一个标题，中央日报的标题款，说高俊明不高明，安尼啦。讲高俊明不高明啊。宋楚瑜更新文教院当院讲遐，用圣经的话讲高牧师是为着自私安怎？列位，咱即马活倒转去看，什么人自私？不过一个我所尊敬的老师，陈元敏教授，你拢知影？1964年，伊写了《台湾自由宣言》，你去甲读，今仔日台湾咧做诶代志，迄阵啊伊就讲啊，遮个人毋是 troublemaker， 因是先知呢。因活伫迄个时代，看到迄个时代的问题，因好胆出来讲，讲出来的话是人不爱听的话。因毋但好胆讲，因阁牺牲因的一切，为着因感觉的使命，伫遐连性命都献。用因的性命来提醒当迄个时代的人。我听一个，我以前为做矿工，做，即摆毋知还有无，我毋知，迄是早的代志。伊讲因就去看是做啥物的是去看吼，因拢掠，因拢炸一只迄落金丝雀，你知道无？迄个小只鸟落去炭缸内底。我讲是安怎？伊讲吼，因为金丝雀拢袂停啦，拢袂停。金丝雀佫一项吼，
是对毒气的敏感性足强的，所以因抓一只金丝雀落去炭坑内底，啊，金丝雀若伫遐咧接都无代志。那迄只金丝雀扑一个倒落啊，遐炭坑物件放袂走，有毒气出来，咱闻袂袂着，伊大声闻着。因为遮个人是时代的金丝雀人才，因真正是安尼。我拄仔摕起即篇文章吼，我拜托我的秘书甲放伫咱的迄个网站的Line的主群。你去讲中原民故下来，有哪读应该是无啥问题，毋是真困难的缘故。即篇真好的文章诶，伊伫遐讲一项代志吼，我感觉有影。伊讲吼，伫世间要批评较简单啦，要讲教会对着牧师安怎，比如安怎拢会使，真好讲。啊，要无满意，你嘛会使讲，拢会使讲。啊，真简单。啊，你无满意，还佫去？无法度。伊讲，遮个人，遮个 trouble maker 无共款的所在是吼，因故写讲 ，they know what they are for。因知影，我随讲出来迄个缺点的所在，总是我知影，咱着爱安怎行。因毋若个人安尼行尔，因想办法。去说服别人，招一群人，望遐个人会更担心，成做一个运动，就是安尼在改变这个世界。这是先知的。啥人倒一个是上大的 trouble maker？ 拿撒勒人耶稣啦，上界大的 trouble maker。这个人包括彼得、甲约翰。因看出来即个软骹的，因有法度帮助你，因有迄个信心，知影有法度通帮助你，因帮助你，帮助即个人，因用即个做跳板，要去做因爱做的代志。因看会出来，即个人软骹坐伫圣殿的头前，这是无正常的代志。你我咱无法度通帮助你，比着我是以前伊嘛无法度，伊即马才有法度，伊知影伊有法度，伊做是要唤起大家去捌迄个拿撒勒人耶稣。马丁路德金，伊看美国的情形，伊嘛是知影问题伫倒，伊用伊的生命去改变。路德马丁嘛是相反，耶稣嘛是相反。啊，我即马讲到遮，我知影即题目足大个啦。我拄仔讲吼，咱世界问题拢伫教会头前，咱逐个要安怎？我知影要安怎？到时我想足久的呢，我想足久的。我尾后吼，即感谢上帝啦。顶下即个拜三的早顶的时候，我是较早的，若我着2礼拜前咧准备的时，我着想到这样代志。我读互恁听，这是腓立比第3章，保罗写予腓立比的。即个所在，伊安尼讲，伊讲吼，伊老目屎哭干人，都爱安尼。啊，伊讲吼，伊讲。即我用新的台语来讲，伊讲有真侪人，因的行为互因成做基督十字架的对敌，因的结局是灭亡，因用腹肚做神明，因将见笑看作光明，因只有关心地上的事，这是世间问题的所在。毋过，咱是天顶的光。迄天后对遐来的救世主，就是主耶稣基督。伊会用伊的权能来改变咱卑贱的体，互咱变做甲伊相款荣耀的体。
你保罗伫遮甲咱讲，天国的国民，甲地上遮用腹肚做上帝国的人无相关的所在。遮个人，因原动力对待来，我知影这可能伤简单啦。总是我相信，因为因接纳这个至少美德，我拄仔记的遮个人，拢总是基督徒，包括平民教授也是基督徒。遮个人拢总是基督徒，因做天国的国民，因无用法度做因的上帝，因无将安尼真见效的代志摕来夸口，因无咧要紧世间的物件，地上的代志，因所要紧的是伫等迄个要来的主耶稣基督。换一句话来讲，因是用上帝国的价值观、上帝国的眼光来做代志。我今仔日讲到经文上帝国，迄个理由伫遮。我知影这是大对啊，你感觉我袂晓行真正。啊，这个讲甲喙两手的份，甲我有啥物关系？我感谢上帝，我若拄着代志时，我去看internet，我拢会去看到我爱的物件，足奇怪的。我有提创一个迄个出来。即句话吼，我伫迄个 Facebook 读着，我嘛毋知送人的。用英语写的 ，Change the world by doing one act of random kindness at a time. Random 是吼，你真随意啊，就你我伫遐啊，我有需要去做安尼，迄个叫做 random。我甲翻做随时随地用好所行来改变世界。我想即句话当做咱的结论啦。咱无法度行神迹，咱无法度通人讲你起来行，当带着人起来行，咱无法度。啊，到我咱即个年龄，咱大概也免像马丁路瑟汀讲去辅导人要咱台啦，我想也袂啦。总是迄个做迄个 random kindness 的行为，咱大家拢有。彼得甲约翰一直要去拜教会，因毋知因会拄着迄个海口，因是看到伊的需要，因知影因有法度，因随来求。佫一个，咱大家拢知影，你会记你听说变变无像人家爸爸迄个，有一个囡仔。伊的 lunch box， 两个饼，两块饼五块，是五块饼两块，我知，5饼2鱼。哦，迄个囡仔看到耶稣的需要，将伊的 lunch 摕出来。耶稣经手是5000人，内里合作 random act of random kindness。咱来参加祈祷。非常地，阮拢知影世界的问题伫倒遐，阮拢知影别人的问题伫倒遐，阮毋知影阮家己的问题伫倒遐。阮袂记得你有交代阮爱阮真的需要，主恳求你，互阮会以圣心帮助阮。无论伫什么时阵，为着你的名，为着你的国，阮有机会通做好事帮助人，求你帮助阮去做，祈祷。